一定要好如實咁樣交代清楚啦，係嘛？咁新買家亦都要透過一啲專業人士，包括會計師啊或者律師啊，即係佢評估下嗰個損失去到最高嗰陣時，究竟係個損失個數額有幾大？咁佢哋要計埋呢條數嘅。咁所以我相信佢哋今次嘅買賣嘅協定唔係倉促啦，係嘛？一定會計得好清楚。新買家佢未必會去買埋一啲將來嘅一啲債務嘅風險噶嘛，佢可能就會同舊買家有個商議，就話喂新嗰啲咧我就負責嘅，咁啊舊嗰啲咧嗱你都打緊官司啦，又或者而家已經去到咩階段啦，嗱嗰啲咧我哋唔負責噶啦，你跟進埋落去啦，有咩事咧就揾翻你噶啦，咁即係佢會有一啲咁嘅協議喺度啦。咁日後咁呢個咪某程度係一個保障嚟㗎，係嘛？因為有咩事，即係我會簡單嚟講，佢可以再追翻舊買家啦。